周三黃金市場簡直係驚心動魄，現貨黃金日內劇烈波動，一度衝高後又大幅回吐升幅，最終僅微升0.26%，收報4077.85美元。美聯儲會議紀要嘅立場分歧，烏克蘭和平雙重打擊，減息預期直接從近50%暴跌至30%，市場簡直被玩。今次行情大反轉，罪魁禍首就係美聯儲10月會議紀要。呢份紀要裏面寫明，決策官員意見嚴重兩極。上個月雖然通過減息25個基點，但好多官員警告，再減息可能破壞之前壓通脹嘅努力。爭論焦點都集中喺到底勞動力市場疲軟更可怕，還是通脹頑固更危險？更要命嘅係，美聯儲話仲需要更多數據先至敢做決定。而家政府停擺積壓嘅數據又零零散散，根本唔夠。紀要一出，市場徹底慌了。FedWatch 工具顯示，12月減息概率直接跌到30%左右。之前靠 ADP 數據撐起來嘅減息希望，又被減一大半。雪上加霜嘅係，地緣政治傳聞突然插一腳。英國金融時報周三報道，有消息美國同俄羅斯官員起草咗新嘅烏克蘭和平計劃。黃金向來靠避險需求撐場，呢個一出，市場覺得地緣緊張緩和，避險資金紛紛撤離，金價直接被壓着回吐日內升幅，簡直係屋漏偏逢連夜雨。而家市場所有目光都聚焦今晚嘅美國9月非農就業報告。經濟學家預計9月新增就業崗位有5萬個，比8月嘅2.2萬個多唔少。呢份數據簡直係減息生死判。如果數據符合甚至超預期，證明勞動力市場有韌性，12月減息概率只會更低，金價大概會再受打擊。但如果數據不及預期，減息預期可能死灰復燃，金價才有反彈機會。仲有一個關鍵消息要留意，美國勞工統計局話10月同11月嘅非農數據要到12月16日先發佈，而呢個時間已經過咗美聯儲今年最後一次會議。聯儲12月做減息決定嘅時候，根本冇最新嘅就業數據參考，減息嘅可能性又被打折扣。黃金想靠減息利好上升，難度越來越大。總結一句，周三金市嘅劇烈波動係減息預期崩潰加避險需求降溫嘅雙重打擊。大家千祈唔好盲目追高或抄底，等數據明確方向後再操作，控制好倉位先至最緊要。最後都要提提大家，以上內容純屬參考，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買賣黃金嘅盈虧都要自己負責。想第一時間收到非農數據結果同實時解讀，快啲訂閱，俾個 like，再 share 俾身邊嘅投資老友。多謝收看。